喂，你知唔知啊？最近教大開咗一個新嘅通識教育課程啊！係啊，叫做新六藝課程啊嘛，唔知佢嘅內容係點樣嘅呢？就等我哋一齊展開新六藝嘅旅程啦！古時嘅蹴鞠，或者現代嘅足球運動，以至電子競技，都恪守運動規則，尊重體育精神，強調團結協作。漢字源遠流長，我哋可以透過構字同書體演變，從書法欣賞漢字嘅美，仲可以結合現代智慧科技，凸顯佢嘅藝術同埋審美價值。古代音樂創作同演奏僅限於宮廷禮樂同少數人士，中西社會都一樣。哇！而家科技咁發達，我呢個音樂門外漢都可以製作到音樂啦。無論古今中外嘅社會，都能夠體現禮。香港婚禮嘅儀式真係好特別啊！你望下，新娘子又要着婚紗，同時又要着裙褂。咁大家都係想凸顯佢哋對婚姻承諾嘅重視啫。當然，結婚擇日亦會考慮季節天氣，而古今中外嘅科學則涉及咗天文、曆法、計算，一切盡在數呢一個看似簡單，實則內有乾坤嘅概念。今日我哋仍然可以透過現代科技活用古言智慧。新六藝課程好豐富同埋有趣啊！我可以學到好多以前都冇接觸過嘅技能，又有接觸智慧科技嘅機會，仲可以鍛鍊我哋嘅團隊合作同埋領導能力添啊！大學將於2024-25學年開展新六藝教育，主要透過結合新六藝門類課程同埋體驗式學習，令到同學通過嶄新嘅模式學習古今六藝嘅精髓。我哋同課程團隊喺過去9個月建構新六藝課程，希望通過呢一種嘅教育方式，令到同學喺提升知識同埋技能基礎上面更加好咁適應未來社會嘅挑戰同埋機遇，同時增加對源遠流長嘅中華文化嘅認同感，增進同學作為中國人嘅民族自豪感同埋文化自信。